好，请问法国面包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好，美秀这边有答案嘛？我的答案是法国的石头棒，啊，是因为啊，伊敢若石头咧嘿，你要用安尼，哦，有当时啊定工哦，实在是有影哦。登去的是登去，嘿，登去可能是卡，而且不通啊摕来讲，你知无？迄是种武器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法国石头棒。好，阿雄这边的答案是法国棍仔棒，为什么？因为拢会一支长长哇，有人是趴在金架头，会使摕来打物件哦。伊就是迄个棍仔形较特别，所以叫做棍仔棒。是，所以咧，美秀的答案是法国石头棒。阿雄的答案是法国棍仔棒。来，两队咱请选一。美秀，阿雄演一边。嘿，来看是不是我的？哦，好，来，你选的是棍仔棒，对，你捌听过吗？我是毋捌听过，但是阿雄你感觉的对迄个形嘛吼，伊形容的我感觉真正有这款的，就是敢若一支敢若棍仔。啊，阮查某囝婷婷伊嘛有安尼感觉，你感觉是伊就是棍仔，无可能是石头嘛？啊，你感觉你嘛是选那落啊棍仔？看起来亲像棍仔。哦，刚刚要去刚输牙棍啊！哎呦，安尼哦，是不是？车边要车边啦，真正有影要去车边的时阵，卖牙球棍啊，啊牙这款的就对啊。啊，对，啊，我巴肚枵我袂用食吗？对，啊，甲这少年的讲者，嘿，出去，嘿哦，棍仔这啥拢卖摕啦，对，吼，球棍仔嘛卖摕啦，对，这也上好啦，甲哈，一寡骨头讲者，嘿啦，骨头嘛讲啊，无者。即摆变啦，啊，无请你食迄啊胖啦。嘿，大家口气较好就好啊啦，哈，好，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，啊，因拢摇对啦吼，正确答案伫阿雄这边啦，是棍仔棒。伊的形吼，一支长长吼，长得像棍仔啦。哦，安尼啊讲石头，一般来讲石头不一定是长的啦，石头形足一款的，啊，那棍仔已经拢是长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像咱若要讲出一支茶来做棍仔吼，一般拢是出长的，所以咧长形的吼，较像迄个胖的形，所以咱个叫做法国棍仔棒。哦，好，请问吼，自由式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自由式的台语哦，美秀这边是掠高手，嘿，是安怎嘞？伊就敢若咱咧游自由，是毋是安尼？嘿对。吼，头前就敢若有一支迄落啊，碟啊伫啊，是棍啊伫啊，咱嘿碟高伫啊，咱一直要去甲游，要甲掠着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掠高手。是，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手也捌手，为什么？敢若电筒的好无？电筒也捌手安尼啪啪啪啪啪，所以这叫做手也捌手。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演一边，是到底是掠高手还是的？手也捌手的？哎呦，好来，哦，这边真勇敢哦，这边甲风险拢分开啊。是好，我来问，是安那是？你感觉是手，迄落敢若亲像迄落啊？伊敢若是迄个电筒迄个嘛？电筒的，我即马问婷婷哦。我感觉唔是要掠虾米，哦，毋是要掠虾米？是亲像迄电筒安尼对吧？电筒安尼胖咧安尼就对啦。嘿，是毋是？嘿，哦，原来是。吼，哎，婷婷，你到底知影咱这个题目是啥无？阿伯，你免着急，阿伯，即摆少年人家己有家己的想法。对，即摆谈咧学台语尔啦。嘿啦，不要紧啦。伊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敢人输赢呀？嘿啊，大爱你讲者啊，大爱。大爱，你是大爱啊？啊，是我是大爱啊。你老大啊！我老大。感觉三个字较练啦。哦，你是念法。对，我想念的。啊，三个字掠高手，敢较好讲啦。对哦，啊哎嘛对呢。我是安尼感觉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个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那边的掠高手。嘿，拄则讲到真好啦吼，手伸直去吼，那像一支竹篙啦吼。是。啊，后壁去手过来的时吼，那像要去掠头前去竹篙。所以咱台湾人吼，一直拢甲这种收水的方法叫做掠高手。是啊，请问一个，这个伊爱讲点的。你举迄个法国面包拄叫啥？
哎，滚啊胖起来，卡落去，这都无等你了哦，这么对呢？哎呀，哦，放心，阮拢安全拢做甲好，哦安尼哦而且阮嘛无去生气啦。是啊，因为我会惊，因为我较早吼上综的节目若只要有医学拖出来，拢会电呐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有一个阴影，英勇啊，这种惊吓伫的啦。啊惊吓啦，嘿啦。伊再个吹免惊吓，管管免惊的，吓，吹咧电落吼，佫有出烟呢。更直一个安尼。有味哦。嘿，好味啊！是我臭的大味，臭的大迄味。敢若给我吹袂放心，嘿，阮的节目拢是足优质的，嘿，安全上甲大家拢顾好，嘿，嘛免开，吼，坐遮就坐遮享受。啊，若看到你感觉，哎，这个所在我敢若捌去过，啊是什么所在？你知影答嘛？紧日甲吹咧就好啊。啊，若要享受，这有人会来掠领的款。好死啦！按摩椅嘛。后一季阮一定会做掠领，然后前面讲答案安尼啦，吼，安尼享受。好，酒味袂歹哈，没办，这伊也讲大只，讲手法。嘿啦，来。你敢若红上咧？叫你设计啦，吼，啊，红上我即摆会当出题无？来，你甲出来，来，出来。来去面红上，上个啊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啊？这个景点是咱台湾北部的一个什么树？哦，什么树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云海呢？哎呦，哦，你是敢要打掉卡药啦？哦，较大啦。哎，你唔通怪伊即嘛，喊你巧呢？哎，安尼。嘿啊，你应该知影倒位吼。拿刀书，拿刀什么拿刀书？上面有做拿刀树，拿刀树是倒位？我这个所在吗？我住差不多10几年，我唔知呢。拿刀树，南岛屿，这是伫咱北部，北部，嘿啊，台湾北部啊，部。台湾的北部啊。北部，好啦，唔知你又讲唔知，无要紧啦，我们看片啦。唔知输，哦，唔知输，真好。输来，老师是不是唔知输？还是唔对？好，来，咱搁继续看。嘿，北湖讲要看你搁啊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哇，水有一个敢若灯塔呢，顶他，就想要去的哦，这所在，嘿，哇，这片的呢？嘛真水呢，哦，啊，嘿，安尼我就爱讲啊。上精彩，对，来，鸡人酥，鸡人酥，鸡人酥啦好，。来，老师，鸡人酥对不对？这个正确，这答案正确。哦，厉害，你讲鸡人酥啦吼，嘿这个正式的名是叫做鸡人酥，但是伫鸡人哦，在地人叫做鸡人壳啦，嘛人讲鸡人壳啦。迄个壳啦就是咱拿饲牛吼，要出外口顶一支壳啦吼，啊甲牛绑伫遐。啊，鸡人感觉迄个海上一支敢若壳啦共款，所以才叫做鸡人壳。装啦，啊，伊正式的名叫做鸡人酥。来，换北文哥哥，来，来，多谢，要选啥？你吵吵啊！你草草啊，你乃知伊骨肉感冒洗身躯，我伫遮拢听会到。草草，是。草草，好，咱来看草草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草到真好哦。简单呢好，来我出题啊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柑仔米的台语叫做臭鸡啊？啊，迄个臭吼是代表伊足够臭酸，还是足够生炭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臭鸡啊！臭鸡啊，迄个臭是够生臭酸。柑仔米就是他妈毒的嘛。对，嘿，啊，时间咯，时间，来，七个字，啊，机会，对，好来，是臭酸啊，生炭？生炭，好，生炭，好来，生炭对唔对？嘿，都看起来啊！来，哦，这花草吼，咱若讲伊真够生炭，咱就是讲足臭钱的啦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就是讲，伊真臭钱，讲凊彩迄籽吼，凊彩甲淡的吼，伊就会发出来。像咱迄个一般咱头仔倒吼，臭鸡也无咧拜拜，是安怎？因为加落以后吼，咱咧大便内面有个籽吼，较早咧压肥的时候，是伊家己就会发长出来。哦，所以咱就因为安尼，甲伊讲伊是足臭钱的物件，
所以改叫做臭旗啊，因为伊的形足神奇啊。你替我选好万啦，五还袂出来哦。拄则拢我替你选，你就替我选哈。我想要选，选什么？来，哦，你选。你算，总统没有了，选火车头。火车火头。车头，好，火车头。来，咱来看者火车头的奖金有偌济？算悬的啊，所以这困难度有较悬哦。我想没救救，救我车带回来啊！哦，来，咱要出题哦，各位咱车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车站是咱台湾现存上古早的火车头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无选择，又搁无通选，哪？起来10秒哦。我来哦，10秒，剩3秒。我啊，你先要走。我感觉别，你无感觉，你即摆无感觉，袂使喝救人啊，咱都讲过啊。嘿，咱拢捌去啊去表演过。哎呦，我只有甲你提示哦，啊。安尼，甲你提示个安尼啊，系啊。无啦，常常拢有去做这所代表的是，啦。不过安尼无够就对啊啦。无够，你唔知啊，较有一个明所在有一种物件，好啦圆圆的真好食。讲完，嘿，先得。好来，新竹对唔对？免啦，要分到啊，要分到啊！我爱用钱来给你提醒就对啊啦。对啊。好来，免救就免救，奖金来。奖金就万5咯。咱台湾的车头过去拢日本人起的啦吼，啊较早拢是旧车头，不过即马大多数的车头拢拆掉，佮电起啊，哦，像台北车头嘛拆掉电起，基隆车头嘛拆掉电起啊，但是咱新竹的车头，还佫是日本时代迄个时代起迄个车头，还佫留咧，所以咱即马上旧的，就是这个新竹车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